前天因为我讲不太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心情上比较激动。我跟他讲，阿伯会带你去吃饭，好不好？那妮说好，但是要爸爸还有妈妈都要一起。哇，我就受不了了。所以我在三立的时候是刚好想到这一句，那电话里面跟我讲了，我太难过了，我好难过。我说好，那我等于在骗他，因为妈妈再也不能跟他一起了。我们比较担忧的就是欣荣跟妮妮那个小朋友，然后如果说他可以很顺畅的1个月的时间又过去了，然后慢慢可以把内心世界里面最甜美的部分留下来，然后也慢慢让他去接受刘真已经羽化成仙的这个事实，否则接着还要考虑到孩子的问题，我们就会比较担忧。他们很相爱，然后他第一首会唱的西洋歌曲，就是因为刘真要他去学那一首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的灵堂上面不断在播送的就是这一首歌，也是他为他唱出来的第一首西洋歌曲。所以刘真老师只有44岁，真的很年轻，孩子只有4岁，所以这是最大遗憾的地方。没有办法多陪伴彼此多一些时间。这个有。前天因为我讲不太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心情上比较激动。我跟他讲，阿伯会带你去吃饭，好不好？那妮说好，但是要爸爸还有妈妈都要一起。哇，我就受不了了。所以我在三立的时候是刚好想到这一句，那电话里面跟我讲了，我太难过了，我好难过。我说好，那我等于在骗他，因为妈妈再也不能跟他一起了。对呀，所以我现在就是也要保护这个小朋友不要让他看到那个不好的一个画面。那个刘真从头到尾都很漂亮的，然后跟大家 say goodbye， 所以他灵堂上面就美丽说再见。对，我们永远留下最美好的一个画面，这样。